喺中山咧都有地鐵上蓋嘅物業喎，就係呢個中山108天譽啦。咁嗰度咧就係地鐵站，叫做旗崗道，屬於廣州地鐵18號線嘅南延段。預計咧就係2027年先至會投入運營嘅。咁呢一度咧就係賣緊嘅中山108嘅天譽，咁總價咧係40零萬起。呢度咧就簽咗呢個深港榮里嘅直通巴士站，但係喺個 app 入邊咧暫時就未揾到嘅，希望可以快啲落成啊！總價40零萬咧，呢個兩房嘅單位咧，佢雖然話係公寓嚟嘅，但係佢4米半嘅樓底高咧，做咗兩房，而且佢居住環境咧同住宅咧係冇乜區別嘅，咁就樓層咧火數多啲，但係泳池啊、園林咧全部都係擁有嘅。咁呢度咧係實用嘅兩房單位，咁總價40零萬，佢係公寓嗱，樓上望落去得幾闊落嘅，4米半嘅樓底高做 loft， 上邊係兩間房，呢間房就細啲，咁就可以擠一個1.2米床。咁呢一間房咧就大少少，1.5米床，仲可以放埋個衣櫃。而出到去嗰個富日城啊，同埋呢個 T Mall 啊、天逸會啊，都係好近，5分鐘一條路，直產向南。嗱，有興趣朋友咧，未來咧仲可以有直通巴士接駁翻香港嘅，地鐵站都係喺隔離嘅。感興趣朋友咧，40零萬嘅總價，評論區666睇樓。